最近香港樓價就下跌，好多朋友都揾我問我呢，香港嘅樓價究竟係升定跌？大家睇完呢一輯片呢，就應該清楚個答案嘅。嗱，第一呢，我就講嗰個係負資產個數量嘅。嗱，根據金融管理局呢，喺5月30號公佈咗個調查結果，喺2025年嘅第一季呢，負資產個數目呢，就已經達到係40,741宗嘅。咁而相對咧，喺2024年第四季咧，個負資產個數目咧就係38,389嘅，即係升咗咧係6%，大概係2300幾宗嘅。呢個亦都係2003年以後咧係最高嘅水平嘅。根據來方測量師行預測，2025年嘅上半年咧個樓價咧就持續都係會下調嘅，所以令到個負資產個數目咧去到差唔多45,000宗。第二咧就要講到個銀主盤啦。其實過往咧個銀主盤咧總數量都係100個以下嘅，但去到2022年咧就開始上升啦。咁去到2024年嘅8月開始咧，就已經去到344間㗎啦。咁一路持續都係攀升嘅，破咗2008年金融海嘯個紀錄，創咗17年嘅新高，總值仲有成35億添。2025年直到而家為止，總數仲有407個。即係咁講，銀主盤都係持續上升啦。第三，好重要嘅就會睇翻一手樓宇嘅供應量。根據翻2025年嘅統計咧，總數嘅新盤咧係有35,000伙嘅，而計翻香港而家平均每個月嘅消化咧係大概1500宗，而去貨嘅週期咧就大概係23個月嘅。咁有咩表示咧？其實一般嘅去貨週期咧就由12個月就去到18個月嘅。咁而家去到呢個週期23咧，就等於長咗嘅。長咗就等於乜嘢咧？等於個供應量亦都係大咗嘅。你供應量大咗等於乜嘢啊？係一定要減價咯。咁所以咧，形成發展商咧係必須要減價先能夠消化咗佢而家個樓盤個供應嘅壓力嘅。所以綜合以上嘅3點咧，樓價咧係會下調嘅。最後，大家想睇樓將軍嘅頻道咧，記得點讚同埋訂閱啦。